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佳怡。那这一次在《明天一起去乐园》里面，我饰演的是小凯的妈妈陈薰琪这个角色。她就是一个如果有模范妈妈大赛，她就是会蝉联10届冠军的那种妈妈。她自己本身是一个钢琴老师，然后她是偏执的，然后固执的。在开拍前，我有看了一些关于比如说恐慌症啊，或者是一些重大创伤症候群的人，他们的一些医学报告，以及一些他们有关他们的视频的资料这样。那我觉得我后来找到我觉得贴近他的方式是，我想办法去理解他。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场戏是在我们家拍的第一天。小凯，小凯，蒋天发，跟天发。那我自己在看剧本的时候，我原本想象是，我应该只是愤怒，我只是生气而已。可是那天我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台词讲着讲着，然后我就哭了。我没有预设要哭这样。那我觉得那一刻，我好像跟这个人非常的靠近，我好像真的可以理解他到底有多辛苦，在维持他表面是一个完整的状态，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破碎的。明天一起去乐园是一出可以让人类窥探欲望的一出戏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